你有冇諗過，萬一真係中咗癌症，唔止要同病魔打仗，仲可能擔心屋企嘅財務。做手術、化療、標靶藥、住院、復康，每一樣都係錢。最怕係病未醫好，屋企嘅財務已經先頂唔住。呢個時候，醫療保險就好重要，佢主要幫你處理實際醫療開支，例如住院、手術、醫生費、治療費，通常係實報實銷，即係你實際用咗幾多，按保障範圍報銷返幾多。但問題係，如果你因為重病要停工，冇收入呢？呢個時候危疾保險就出場，佢通常係一筆過賠償，唔需要對住每張單據先用得，可以幫你撐住屋企開支、仔女學費、父母生活費，甚至俾你安心休息同復康。所以醫療保險同危疾保險唔係二揀一，而係互補。醫保幫你面對醫療賬單，危疾幫你守住家庭現金流，兩樣加埋先做到醫療同收入雙重保障。其實保障唔單止係保你自己，仲係保住屋企人嘅生活質素。治療期間唔使擔心學費、屋企開支突然斷裂，家人亦唔使為咗籌醫療費而四圍奔走。你可以安心養病，佢哋都可以少一份壓力。而家唔少保障仲包括第二醫療意見、治療流程支援、索償協助，甚至情緒關顧，即係有一個支援團隊陪住你。買保險唔係因為覺得一定會中招，而係萬一人生真係遇上重大挑戰，都可以穩住生活，守住尊嚴，為自己同屋企人保留選擇權。如果你都想知道有限預算下應該點樣配置醫療保險同危疾保險，可以留言打保障，我再同你一齊拆解。